多把拉动鸟用，就把没得听过。准么些他马去呢？俺们谈起讲一。那是，你人这些就接着呢。当俺他们这些家的，那其他个的真这些家是吧？那是。你俺现在他俺说准么些他马去呢？俺们谈起讲意思的，对军队所以哪里呀？当俺说。基本上把蛤蟆个头嘛都那里都不了解的嘞，叔叔东土去嘛都，现在叔叔说基本什么看得不，绿什么得不印度咱吧基本上不错过呀的，开钱不这什么个耶？那是，别样不是。那是，你多把拉的鸟样，就把没得听过啥的，他多把拉那些鸟呢嘞，人都就送的。他没尴尬，他听不起，真的去哥哥有啥的？你俺做没先把尴尬了呀，卡板蹲了又被戳不上嘛了，听着起来了，俺做那嘴边不够大呀，是吧？你常为学教了呢，搞这些。